咱的陆委会伫咧中国宣布要阅兵了后呢，就经过真济摆。那阵台湾价钱搁再转发这统战的文宣，上当会当发到50万。不过伫今仔日呢，也是有真济未转发阅兵的文章。陆委会根据因初步了解，相关大部分内容是无牵涉到降低国家地位，或者是宣扬用武力改变两岸现状。 我们现在画出来的这2个红线去唱和要消灭中华民国国家主权，或者是矮化国家主权。第2条红线就是去唱和武力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争议陆委会最摆发出警告，中共93阅兵期间，台湾艺人若阁出现配合中方宣传矮化、消灭咱国家主权，会依法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用时切杀发文，强调93胜台阅兵爱斗阵铭记历史。 包含司机吴匡林、伊令晶、吴其良这10多位台湾艺人拢有转发。演艺工会是到解释讲，其实伫对华发展的艺人有真侪无奈所在。我是认为这个是要不断的提醒跟不断的宣传。你也知道，艺人就只有靠舞台嘛。那如果那边给他更多舞台，那怎么办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根据这个文章内容，陆委会也到底来进行资料收集甲分析，初步了解认为也无牵涉减损中华民国地位，也是宣扬以武力改变两岸现状。不过也呼吁全体国民甲知影政党爱认清中共举办阅兵的意图。民进党的很多的立法委员，或者说民进党的好朋友伙伴们，自己也在中国大陆这边以中国台湾来去做生意，以中国台湾来去赚人民币。那请问？ 陆委会要不要一并也警告，不断的用抗中保台的这张牌来打压异己？这件事情民众都看在眼里，都是觉得是双标的行为。政府之前已经多次的呼吁艺人应该考虑这个社会的观感哦。那针对这个陆委会的表示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尊重陆委会的说明。民进党方面只是表示尊重陆委会依法处理，国民党是强调依法行政伫两岸交流是相关的原则，也是上基底线。记者综合报道。